喂，你哋平時行開街市，有冇留意到近期啲水果檔好似開善堂咁？明明以前要成幾百蚊一盒嘅日本香印提子，而家竟然50蚊，甚至30蚊就有交易。你以為自己執到寶，諗住買飯盒同屋企人豪飯黐？你先聽我講完呢件事，再決定嗰50蚊係咪攞嚟交智商稅。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齊拆解呢啲評到唔合理嘅香印提子背後，到底隱藏咗啲乜嘢唔可以講嘅秘密。我會實測俾大家睇，點解呢啲提子會甜到令你封喉，仲要請教埋專家揭開呢啲提子入面嗰張元素周期表。大家回想返，大約喺20-30年前，即係大約1990幾年或者2000幾年嗰陣，香印提子 Shy Muscat 喺香港人心目中係神級水果。如果你去九龍城或者中環啲高級超市，見到嗰啲由日本長野縣或者江山縣空運到港嘅香印，一抽隨時要成300-400蚊，甚至500-600蚊。嗰種淡淡嘅玫瑰花香，皮薄肉脆，甜而不膩，真係食一粒都覺得自己好優雅。但係曾幾何時，呢種貴族水果竟然變成咗街市地攤貨。你睇下深水埗或者旺角啲果欄，嗰啲紙盒寫住大大個日本字樣，但係成盒提子嘅包裝、顏色同埋最重要嘅陣味，都同我哋以前食開嘅完全係兩回事。我有個朋友，今年42歲，佢係一個超級提子迷。前幾日佢同我講，佢喺街市見到50蚊一抽，忍唔住買咗2抽返屋企，諗住俾佢嗰個啱啱6歲嘅仔食。點知個細路食咗2粒就話：爹哋，呢啲提子好怪，食完喉嚨好乾好痛。我朋友自己試咗1粒，佢形容嗰種甜味係暴力式嘅，完全無果香味，反而有一種好重嘅人工化工味，甜到直頭好似吞咗一羹化學甜味擠落喉嚨咁，即係我哋俗稱嘅甜到封喉。為咗搞清楚呢件事，我專登去咗幾間街市，買咗幾盒唔同價位嘅香印返嚟做實測。首先，我哋睇下呢盒50蚊嘅，你一拆開個膠袋，陣味已經好唔對路。正常嘅香印係有一種好清幽嘅麝香或者玫瑰香，但呢盒50蚊嘅，你聞到嘅係一種好強烈，好似洗潔精或者平價香水嘅味。我哋攞去洗咗3次，浸埋鹽水，嗰陣化學味依然散唔走。跟住落嚟係最刺激嘅盲測環節。我揾咗3位同事，分別係25歲嘅阿強、31歲嘅阿玲同埋58歲嘅波叔。我先俾佢哋食真正日本直送，大約280蚊一抽嘅香印。佢哋嘅反應好一致，爽脆、清甜、有層次。之後我拎出嗰盒50蚊嘅偽香印，阿強食咗1粒，即刻成塊臉變晒色。佢話呢個係咪提子嚟㗎？點解啲皮咁韌？而且嗰種甜味係留喺條脷上面散唔走，喉嚨好似俾嘢哽住咁。波叔仲誇張，佢話食完之後要即刻飲返2大杯水，因為嗰種甜係假甜，係一種令人生厭嘅化工感。點解會咁？呢度就要講到元素周期表嘅問題。我哋諮詢咗一位喺水果貿易行做咗超過30年嘅專家，佢話俾我哋聽，呢啲平價香印其實大多數都係嚟自內地雲南或者山東等地嘅陽光玫瑰。當然，內地都有好嘅種植場，但問題出喺一啲為咗追求產量同埋極致甜度嘅農戶身上。佢哋為咗令提子生得又大粒又甜又唔會爛，喺種植過程中會用到大量嘅生長調節劑。專家指出，要令一粒提子由本來正常嘅大細變到好似乒乓波咁大，農民會使用一種叫膨大劑嘅化學物質，化學名稱叫氯陂苯。呢種嘢可以令細胞加速分裂，令提子喺短時間內變大。但副作用係乜？副作用就係提子肉會變得好鬆散，皮會變厚，而且味道會變淡。咁點算？為咗補救個味，佢哋就會喺後期施加大量嘅磷鉀肥，甚至係一啲違規嘅甜味噴霧。更驚人嘅係，為咗防止蟲害同埋延長保質期，呢啲提子由開花到結果，可能經歷咗幾十次嘅農藥噴灑。專家形容，如果你驗下嗰啲50蚊一盒嘅提子，
入面可能含有多種唔同嘅化學殘留，真係好似將半張元素周期表食咗落肚咁。最常見嘅係一種叫赤素嘅植物激素，雖然呢啲激素對人體嘅直接致癌性仲有爭議，但係長期攝入呢類被化學物質催熟嘅水果，對於發育中嘅細路或者老人家嚟講，絕對係負擔。你可能會問，咁我點樣分真假？唔通次次都要攞去化驗？專家教咗我哋幾招。第一，睇果柄，真正新鮮、自然生長嘅日本香印，個果柄係翠綠色嘅，而且同粒提子連接得好緊。如果你見到個柄已經乾晒，變咗啡色，但粒提子依然死都唔跌落嚟，咁好大機會係落咗大量嘅保鮮劑。第二，睇果粉，提子表面應該有一層淡淡嘅白色果粉，呢啲係天然嘅保護膜。但如果嗰層粉睇落好唔均勻，甚至有一圈圈嘅約痕，咁你就要小心啦。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就係價錢。你要明白，一分錢一分貨。日本農民種香印係要經過嚴格嘅疏果過程，一條枝只留一抽提子，確保養分集中。50蚊一盒，連空運費都唔夠俾，你覺得佢會係日本貨？我哋再深入探討下，點解香港街市會出現咁多呢類掛羊頭賣狗肉嘅情況？喺香港，標籤法例雖然存在，但喺街市呢啲地方，監管其實好寬鬆。檔主中意喺張紙皮上面寫日本香印4個大字，甚至印埋個日本國旗落去，其實都冇乜人會去查。好多老人家或者師奶見到50蚊有咁大盒，諗住抵到爛，就咁樣將呢啲化學彈頭帶咗返屋企。我哋唔係話所有平價水果都有問題，但係當一樣嘢嘅價格低過成本嘅時候，背後一定有犧牲，而呢種犧牲往往就係你嘅健康。如果你食完提子覺得喉嚨唔舒服，或者有一種奇怪嘅苦澀味，千祈唔好意思，即刻停食。呢啲就係身體俾你嘅警號。講返嗰個封喉嘅感覺，其實係因為嗰啲化學殘留物刺激咗喉嚨嘅黏膜。自然界嘅果糖係好容易被分解同吸收嘅，但係人工合成嘅甜味劑或者過量嘅生長調節劑，會令你嘅口腔產生一種脫水感。呢種感覺就好似你飲咗一啲添加咗好多阿斯巴甜嘅零系可樂咁，甜味雖然強，但係虛假嘅，甚至會令你越飲越渴。為咗做呢個專題，我哋仲特登去揾咗一啲長期喺日本做農業研究嘅學者，佢哋話日本香印1988年研發成功，2006年正式註冊係心血嘅結晶。真正嘅香印甜度通常維持喺20度左右，呢個度數係最舒服嘅。但而家街市嗰啲偽香印甜度隨時可以飆升到24、25度，但係無咗酸度嘅平衡，亦都無咗香味嘅支撐。呢種純粹追求甜度嘅做法，其實係對水果本身嘅一種侮辱。最後，我想同大家分享下點樣清洗呢啲水果。如果你真係買咗，又唔想嘥，專家建議唔好淨係用清水沖，你可以用啲生粉澱粉加水，輕輕搓洗提子表面，因為生粉有好好嘅吸附作用，可以帶走一部分嘅農藥殘留。然後再用流動嘅清水沖洗至少5分鐘。不過講到底，預防勝於治療，與其洗得咁辛苦，不如一開始就揀啲信譽良好嘅果檔，或者寧願買少啲，食好啲。各位觀眾，50蚊一盒日本香印，聽落好吸引，但其實係一個充滿化學陷阱嘅誘餌。我哋生活喺一個物質豐富嘅年代，但同時亦都係一個充滿偽裝嘅年代。喺追求生活質素嘅同時，我哋更加要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同家人。下次行街市，見到嗰啲平到笑嘅名牌水果，記得諗返起今日我同你講嘅元素周期表。記住，你食落肚嘅每一口嘢，都係你身體嘅組成部分。如果你將啲化學廢料、膨大劑、催熟劑通通吞晒落肚，你覺得你嘅身體可以頂得幾耐？2026年嘅今日，我哋更加要識得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唔好俾嗰啲誇張嘅標語同埋低廉嘅價格蒙蔽咗你嘅雙眼，
更加唔好用自己嘅健康去賭嗰幾十蚊嘅便宜。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我希望呢篇稿可以幫到你，或者幫到你身邊嗰啲鍾意喺街市買瓶水果嘅長輩。如果你覺得有用，記得將呢啲資訊話俾更多人知。我哋唔需要做專家，但起碼要識得分辨乜嘢係真食物，乜嘢係化工產品。最後我想補充一點，真正嘅美食係應該帶俾人快樂同健康嘅。當你食一粒提子食到要擔心會唔會中毒，或者食到喉嚨痛嘅時候，呢樣嘢已經失去咗作為食物嘅意義。日本香印嘅傳奇唔應該被呢啲偽劣產品所破壞。我哋一齊守護我哋嘅餐桌，拒絕元素週期表，回歸最自然、最真實嘅味道。其實除咗香印，街市仲有好多類似嘅陷阱，好似係嗰啲特別大粒、形狀奇特嘅士多啤梨，或者係嗰啲顏色鮮豔到好似假嘅橙。只要我哋保持警覺，多啲觀察，其實唔難發現當中嘅端倪。希望大家以後食得開心，食得安心。我哋下次再見。